你有冇諗過一嚿金細細粒放喺你手心入面，竟然值$5000一盎司？冇聽錯，$5000。如果我同你講喺2001年嗰陣，同一盎司嘅金只係值$256，你信唔信？即係話25年之間，金價翻咗接近20倍。今年1月，金價更加創咗歷史新高，去到每盎司$5589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好好傾下一個好多人都關心嘅話題，就係黃金同貴金屬到底仲可唔可以繼續升，同埋佢哋係咪真係保到值呢？呢個問題唔只係投資者關心，其實同我哋每一個普通人嘅荷包都有關係。我哋先由最基本嘅嘢講起。黃金呢樣嘢，人類中意咗佢幾千年。古埃及法老用佢嚟陪葬，中國古代用金元寶做貨幣，印度人結婚一定要有金飾。點解呢？因為金有幾個好獨特嘅特性。第一，佢唔會生鏽，唔會腐蝕，你擺1萬年佢都係咁靚。第二，佢喺地球上面嘅總量係有限嘅，全世界到而家為止開採出嚟嘅金大概只有216000幾噸，全部聚埋做一個金球，大概只有一座白宮咁高。第三，你唔可以好似印銀紙咁去印黃金出嚟。每年全球嘅金礦產量增長只有1%到2%，所以金嘅稀缺性係佢保值嘅根本原因。好啦，等我話你知，而家嘅金價到底去到邊？截至2026年3月中，金價大概喺每盎司$5000左右浮動。聽到呢個數字，你可能會覺得好離譜，幾年前先3000幾蚊咋嘛？冇錯，2025年黃金嘅表現真係癲咗，一年之內升咗大概5%到7%，突破咗4000蚊大關。10月份更加一度衝上4300幾蚊，然後到咗今年1月，金價直接破5000，仲創咗歷史新高，去到$5589一盎司。不過之後回落咗少少，近日喺5000蚊上下嗰個心理關口拉鋸緊。咁你可能會問，點解金價升得咁誇張？係咪泡沫嚟嘅？等我同你拆解下背後嘅原因。第一個最重要嘅推手就係全球嘅央行瘋狂買金。根據世界黃金協會嘅數據，2025年全球央行總共買咗863噸黃金。雖然比起之前3年每年過千噸少咗，但仍然遠遠高過2010年到2021年嘅平均水平473噸。而且你要留意，連續3年買超過1000噸，呢個係歷史上面好罕見嘅。邊個國家買得最多？波蘭國家銀行排第一，一年買咗102噸，之後係哈薩克斯坦57噸，巴西43噸，中國就更加唔使講，連續12個月買實貨金。到2025年10月為止，中國嘅黃金儲備已經去到2304噸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啲央行咁中意買金嘅呢？答案好簡單，就係4個字：去美元化。你諗下，以前全世界嘅央行儲備大部分都係放喺美元資產度，好似美國國債咁。但係近幾年，好多新興市場國家開始擔心，擺太多錢喺美元入面，會唔會有風險呢？特別係2022年俄烏戰爭之後，美國凍結咗俄羅斯嘅外匯儲備，呢件事嚇親咗好多國家，佢哋突然醒覺。原來你放喺美國銀行嘅錢，人哋一句話就可以凍結你，所以好多國家開始諗，不如將部分儲備轉做黃金啦，起碼金係實物，放喺自己國家嘅金庫入面，冇人搶得走。呢個趨勢短期之內係唔會停嘅。摩根大通預計2026年央行仲會買大概755噸金，雖然比高峰期少咗，但仍然係好高嘅水平。第二個推動金價嘅因素就係美國嘅財政狀況，呢個真係要講一講。因為好多人低估咗呢件事嘅嚴重性。截至2026年3月，美國嘅國債已經去到389000億，即係接近39萬億。呢個數字有幾誇張呢？5年前係大概28萬億，即係5年之間多咗差唔多11萬億。而家美國嘅國債差唔多每100日就增加1萬億美金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2026財政年度嘅赤字會去到19000億，光係頭5個月，美國已經借咗1萬億。仲有，而家美國每年淨利息支出已經去到超過1萬億美金。你諗下，借錢嚟還利息，利息又越嚟越多，呢個係咪好似信用卡 MinPay 嘅惡性循環？咁呢啲同黃金有咩關係呢？關係就大咯。你睇，當一個國家不斷印銀紙，不斷借錢，佢嘅貨幣購買力就會慢慢被稀釋。你而家手揸住嘅$1，10年後可能只值8毛。呢個就係通脹嘅本質。而黃金呢，佢嘅數量係固定嘅，你點印都印唔到金出嚟。所以當全世界都狂印銀紙嘅時候，金嘅相對價值就會上升。呢個唔係理論嚟嘅，係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咗嘅事實。1971年美國脫離金本位之後，美元對金已經貶值咗超過99%。以前1盎司金只係$35，而家5000蚊。呢個就係貨幣貶值嘅真實面貌。第三個因素就係地緣政治嘅不確定性。你唔使我講都知，而家全世界嘅局勢有幾亂。中東嗰邊，美國同伊朗嘅談判仲係拉鋸緊；歐洲嗰邊，俄烏戰爭嘅影響仲未消化。全球貿易方面，關稅戰嘅陰影揮之不去。
呢啲不確定性每多一分，投資者就多一分理由去買黃金避險。歷史上面每逢有大型危機，金價都會飆升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2020年新冠疫情都係咁。金係人類幾千年嚟嘅恐懼指標，越驚越買金。所以有人話黃金係你買嘅保險，你唔希望佢升值，但當佢升值嘅時候，往往代表世界出咗問題。講完咗推高金價嘅因素，我哋都要客觀咁講下，黃金係咪永遠都係贏家呢？答案係唔係嘅。由1971年到2024年，美國股市嘅平均年回報係10.7%，而黃金只有7.9%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喺一個經濟蓬勃嘅年代，淨係揸金而唔買股票，你嘅回報係會輸俾大市嘅。2013年，金價曾經一年跌咗28%，嗰陣好多人選手，而且黃金有個特點，就係佢冇利息、冇股息。你揸住佢嘅時候，佢唔會自己生錢，純粹係靠價格升先賺到。所以黃金唔係一個適合 all in 嘅資產，佢更加適合做你投資組合入面嘅一部分，用嚟分散風險。好啦，講完金，我哋嚟講下金嘅細佬白銀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黑馬嚟嘅。2025年白銀嘅表現簡直係爆炸性嘅，全年升咗超過130%，由年頭大概30蚊美金一盎司，到年底已經去到60幾蚊。而到咗2026年2月，銀價更加一度衝上91蚊美金。摩根大通嘅研究預測，2026年白銀平均價格可能去到每盎司81蚊，係2025年平均價嘅2倍以上。呢個升幅真係好犀利。點解白銀升得比黃金仲勁呢？因為白銀有一個黃金冇嘅超級優勢，就係佢嘅工業用途。白銀嘅導電性係所有金屬入面最好嘅，比銅同金都好，所以佢喺好多高科技產業入面係不可或缺嘅。最重要嘅就係太陽能板，每塊太陽能板都需要用到白銀做導電漿料。隨住全球綠色能源轉型加速，太陽能裝機量年年創新高，對白銀嘅需求自然水漲船高。除咗太陽能、電動車、AI 數據中心、先進半導體呢啲新興產業全部都要用到白銀，所以白銀有雙重身份，佢既係貴金屬又係工業金屬。當避險需求同工業需求同時爆發嘅時候，銀價嘅爆發力就比金更加強。但係白銀有一個結構性嘅問題，就係供應跟唔上需求。根據白銀協會嘅數據，2025年全球白銀嘅需求大概係12億盎司以上，但係供應只有大概10億盎司左右，中間嗰個缺口有1億6千萬到2億盎司。呢個唔係一年嘅事，係連續幾年都出現結構性赤字。點解供應咁難增加呢？因為全球大部分白銀唔係專門開採嘅，佢係鋅礦同銅礦嘅副產品。你唔可以話我要多啲白銀就即刻開多啲礦，因為開礦係要好長時間嘅。加上主要產銀國墨西哥收緊咗採礦法規，俄羅斯受制裁影響，好幾個大型銀礦又接近壽命終結，所以供應短缺嘅問題短期之內好難解決。而且有啲太陽能板製造商因為銀價太貴，已經開始嘗試減少每塊板嘅用銀量，甚至揾替代品。但呢個過程需要時間。除咗金同銀，仲有鉑金同鈀金。世界銀行嘅報告指出，鉑金喺2025年都升咗大概29%，預計2026年仲會再升4%左右。鉑金嘅主要用途係汽車嘅催化轉換器，大概佔總需求40%。不過隨住電動車越嚟越普及，呢方面嘅需求增長空間有限。但係工業同首飾方面嘅需求仲係穩定嘅，加上南非呢個全球最大鉑金生產國嘅產量跌到多年低位，供應仲係緊張，所以整體嚟講，貴金屬呢個板塊，世界銀行嘅預測係偏向樂觀嘅，認為2026年嘅風險係傾向上升多過下跌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我想幫大家做一個大局觀嘅總結。點解我哋可以合理地認為金價長遠仲有上升空間呢？你可以記住5個關鍵詞：第一，去美元化，全球央行持續將美元資產轉做黃金。呢個趨勢已經持續咗幾年，而且冇停嘅跡象。摩根大通估計2026年淨買入量仲有755噸。第二，財政赤字，美國國債接近39萬億，年赤字接近2萬億，呢啲數字只會削弱美元嘅購買力。第三，通脹黏性，雖然通脹由高位回落咗，但仲未完全消退。只要通脹期望存在，金嘅吸引力就喺度。第四，地緣政治風險，中東、歐洲、全球貿易戰，呢啲都係不確定性嘅來源。第五 ，ETF 同散戶需求。2025年第四季，散戶透過 ETF 買入嘅金超過280噸，呢股力量喺2026年只會越嚟越強。但係我都要講清楚，金價唔係只升唔跌，短期之內金價隨時可以有10%甚至更多嘅回調。事實上，有預測話3月底金價可能會回落到4700幾蚊，呢啲波動係完全正常嘅。你唔好因為見到金價跌200蚊就驚到即刻走。投資黃金嘅人一定要有心理準備面對呢種波動。歷史上面，金價最大嘅年度跌幅係2013年嘅28%，而喺2011年創新高之後，
金價回調咗幾年先至再起步，所以你如果係短炒心態，黃金可能唔太適合你。但如果你嘅目標係長期保值同分散風險，黃金嘅歷史記錄係相當出色嘅。咁講到投資黃金，普通人有咩方法呢？最直接當然係買實物金啦，金條、金幣、金飾都得，但係你要考慮儲存同保險嘅成本，而且買賣實物金嘅差價通常比較大。第二個方法係買黃金 ETF， 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。ETF 嘅好處係流動性高，你可以好似買賣股票咁方便，而且唔使自己保管實物。第三個就係金礦股，即係投資開採黃金嘅公司，呢個嘅風險就大啲，因為除咗金價之外，你仲要承受公司營運嘅風險。第四個係黃金期貨，但呢個就真係比較專業嘅玩法啦，唔建議一般投資者參與。其實有個財務顧問講得好，佢話紙金同實金邊個好呢件事一直有爭議，但如果你只係想做資產配置， ETF 係最方便嘅選擇。白銀嘅投資途徑基本上同黃金差唔多，實物銀、白銀 ETF、銀礦股都有，但我要提醒你，白銀嘅波動性係遠大過黃金嘅。金可能一日升跌1%，但銀可以一日升跌3%到5%，甚至更多。所以白銀嘅潛在回報雖然更高，但風險都係相應更大。你可以將白銀睇做係一個加咗槓桿嘅黃金，升嘅時候佢升得快過金，跌嘅時候佢跌得狠過金。如果你承受得到呢種波動，白銀喺而家嘅入場價相對黃金嚟講仲係便宜好多。金銀比率即係金價除以銀價，而家大概係62左右，歷史平均大概係60到70，但係一啲極端時期可以去到80甚至100。所以從呢個角度嚟睇，白銀相對黃金嘅估值算係合理嘅。好多人會問我一個問題，而家先買金會唔會太遲呢？5000蚊一安士好似好貴。我想用一個比喻嚟回答。你記唔記得2010年嗰陣金價去到1200蚊，好多人都話太貴啦，唔敢買。結果呢，之後金價去到1900蚊，再早啲2005年金價去到500蚊，都有人話太貴。每一次你覺得太貴嘅時候，回頭睇都係低位。當然我唔係話金價永遠唔會跌，但如果你相信以下呢啲大趨勢會繼續，央行買金，全球去美元化，各國政府繼續狂印銀紙，地緣政治唔會突然和平，咁金價嘅長期方向就好大機會係向上嘅。摩根大通嘅預測係金價會喺2026年年底前向5000到6000蚊方向進發。不過呢，我一定要強調一點，就係資產配置嘅重要性，唔好將全副身家擺晒喺黃金度。一般嘅建議係黃金加貴金屬喺你整個投資組合入面佔大概5%到15%就夠。佢嘅角色係保險同穩定器，唔係揾錢機器。你嘅主力投資可能仲係股票、債券、房地產呢啲，但加入適量嘅黃金可以幫你喺市場大跌嘅時候減低損失。2025年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。4月份因為關稅震盪，股市大跌，但黃金逆市上升，起到咗好好嘅對沖作用。最後，我想講一個更加宏觀嘅觀察，你有冇留意到而家全球嘅金融體系正在經歷一場靜悄悄嘅革命？以前美元係毫無疑問嘅全球儲備貨幣之王，但而家越嚟越多國家開始質疑呢個體系。黃金佔全球央行儲備嘅比例已經升到大約1/4，黃金佔全球金融資產嘅比重都由2010年開始持續上升，去到2025年第3季已經去到大約2.8%。呢個數字聽落細，但係金呢類係唔識講嘢嘅資產嚟嘅，雖然唔會升息，但夠晒保值。佢嘅市場份額一直喺度靜靜雞咁增長。當全世界嘅政府都喺度搶救嘅時候，你就知道佢哋心入面到底驚緊咩。所以我嘅結論係，黃金同貴金屬喺短期之內可能會有波動，但長期嘅上升趨勢仲未完結。我哋正處於一個全球貨幣秩序重整嘅時代，去美元化、央行買金、財政赤字惡化、地緣政治風險升溫，呢啲結構性嘅因素唔係1-2年就會消失嘅。當你見到世界上最精明嘅機構投資者，即係各國央行都喺度排住隊買金嘅時候，你就應該認真諗下自己嘅資產組合入面有冇一個位係留俾黃金嘅。不過最後，我一定要加一句免責聲明嘅，我今日講嘅所有嘢都唔構成投資建議，每個人嘅財務狀況、風險承受能力、投資目標都唔同。黃金雖然好，但佢都有風險，金價係可以短期大幅波動嘅。你做任何投資決定之前，最好諮詢專業嘅財務顧問。我只係幫大家整理同分析而家嘅資訊同趨勢，最終嘅決定一定係你自己做嘅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去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幫手撳個 lik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鈴鐘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嘅內容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